我其實好想多謝你拍咗呢套戲，多謝所有參與拍呢套戲嘅人，我覺得你哋好勇敢。喺成張戲入邊，我見到一樣嘢就係、原來香港人係可以喺英國拍到廣東話嘅電影，呢個係我最 impress 嘅，所以我非常多謝你。多謝你。你好啊，導演，多謝你啊。好真實啊個故事，因為我身邊都識一啲申請庇護啦、難民嘅朋友啦，又識一啲即係外國即係一啲其他嘅申請難民嘅人，佢哋嘅生活真係好辛苦，好真實啊！你嘅故事。導演多謝你，都好感人嘅電影啦。同埋謝宇玲小姐唱首歌好好聽啊！無論中文同埋英文呢，簡直我諗可以上呢個最佳主題曲嘅呢個。即係如果喺香港金像獎，我第一條問題啦，即係我自己講下自己感受。我今年喺呢度呢，可以睇到幾套香港電影。頭先你都 mention 咗就係再見 UFO， 咁好感動。睇完我睇咗2次喺度。咁跟住睇我們不是什麼，亦都好感動。即係我一入場已經喊咁滯嘅。咁呢套我亦都好期待。跟住第3套咧就係風繼續吹。即係我即係留意住呢度啲香港電影啊咁樣。咁咧，如果閂埋拼埋咧，如果呢套喺香港上到咧，我覺得係 Best of the Year Number One， 贏埋再見 UFO， 贏埋我們不是什麼。我唔知大家會諗呢個我自己感受嚟嘅。如果大家睇咗嘅話，咁真係最觸動到我哋自己香港人啦。第二樣事就係你即係電影嚟講，其實你觸動到人嗰條筋啊，即係其實唔係咁容易嘅。即係你要即係或者掉翻轉咧，就係要係咪催淚得咧？其實唔係催淚。呢套戲可以係喺每一個人或者每一個香港人咧，其實就係我哋一個經歷咯。咁變咗其實就我覺得你將呢套電影如果真係帶到翻香港咧，我諗即係可以攞最佳電影嘅其實。